反来猪，不食恩，还我地方自治权。反来猪，不食恩，还我地方自治权。反来猪，不食恩，还我地方自治权。那今天特别到三峡，也是桃园最离近的区块，来视察我们课后辅导以及寒假的育乐园，孩子们在学校上课的情形。那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在疫情严峻的时刻，我们一定跟桃园并肩作战，同时也更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所以学校一定在课后辅导，跟我们上课期间一样，3级防护健康原则一定要做到位。所以今天来龙埔国小特别来重视这个区块，也顺便巡视我们的防疫物资有没有整理好。那当然，我们邻近有6个区块，这6个区块像林口、泰山、新庄、士林、莺歌、三峡，这6个区块都是最接近的区块。除了这6个区块，我们更严格紧密来面对以外，其他的我们都还是一样提高防疫等级。那我们的县市已经在做大清消的这个防疫、环境卫生的整理，所以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学校的周遭、市场、公园，很多的公共领域都已经在做大清消。我们希望用大清消减少环境的污染，同时在这6大区块里面，我们更会跟桃园采取同步的一样的态度，严格防疫。像老人共餐这6个区块，我们原则上在其他的区块是以外带为主，不再共餐，但这6个区块原则上是一律全部都是禁止，不再提供老人共餐。中央的整个策略，目前为止，在整个边境的管制上已经采取等于是类似锁国的一个方式只允许国人回来。那国人回来每天所掌握的人数，我们新北市都非常的清楚，只要进到我们新北市，尤其是新北市民，都会做好居家检疫。目前这样一个原则的方式并没有改变。那我们一切以中央在疫情指挥中心针对尤其在春节期间回来的国人大概量有多少，我们一定会提高我们所有的防疫的层级以外，更重要，我们会动员所有的人力跟物力，把春节期间回来这么多可能预估到的这些需要居家检疫的人士，我们一定要把它准备好。所有国人欢迎回家，但是我们更要把防疫等级升级，全力动员人力物力做好防疫。